新头起先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因为甲加拿大有达成协议，决定要延后对加拿大加扣50%报复性关税，要延后3日。即么两国之间紧张的情势有较缓和。美国总统 Trump 8月19日白宫证实，原地美国时间19暝时生效，对加拿大要扣50%的报复关税，已经正式延后3天。We delayed it for 3 days because I think we have a deal with the Prime Minister and good deal for everybody. So that's good.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也有加拿大负责对美贸易事务部长勒布朗，19日华府拢对订定最后协议文本真有信心。We're very happy with where we ended up. We needed to protect supply management. We needed to ensure that the supply management regime remained entirely intact, and I'm confident that that's the case. 美加两国的高级贸易代表，当地时间17到18，伫美国华府进行11点钟的最后谈判，双方针对汽车关税调降、年制品配价等核心争议进行真激烈的讨论。这当中，川普甲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也直接通过电话。川普10日暗时伫社群媒体答文，宣布达成协议，关税延3天扣。卡尼也低调证实谈判有实质的进展。Trump 今年7月20日以不满加拿大长期对美国产品实施歧视性、无平等的贸易态度做理由，决定引用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对加拿大加扣50%的关税，包括酒类、年制品、红毛桃、服装，也有曲棍球装备等等。根据上新的谈判的进展，加拿大有可能对美国农产品、年制品来开放市场，取消对美汽车的报复性关税，而且解决部分加拿大省份限卖美国酒的问题。另外，要互拜登政府划停的基础跨境送油港计划，嘛有可能伫这项协议当中重启。目前，加拿大代表团已经回国进行最后的文件确认。若准文件无法度及时定案，这批关税预计台湾时间8月2日中昼12点01分，有时会生效。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